月5日光榮解放。一旦停止爭辯，我立刻就開始看到並感覺到了。正是在那個時刻，第二步開始悄悄地、漸漸地滲入我的生活。我說不清自己是在什麼場合，或者是從哪一天開始，相信一種高於自己的力量，但我現在的確擁有這種信念。要獲得這種信念，我只需要停止爭鬥，並以最大的熱情將護戒協會計劃的其餘內容付諸實現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23頁。經過幾年為所欲為的放縱生活，第二個步驟使我從獨自一人的狀態中愉快地解脫出來。現在我的生命歷程中沒有什麼困難，也沒有那麼令我痛苦或者不可克服，因為總有人分擔我生活中的困惑。第二個步驟加強了我與上蒼的交流。現在我也意識到我的神志不清與我的自負奇妙地彼此關聯。要我擺脫前者，我必須放棄後者，把它放在那些肩膀比我寬得多的人身上。